各位小朋友好，各位大朋友好。有一个人，一个法国很有名的文学家、哲学家、理学家，叫做卢梭。听过的请举手。这边也有人听过哦，不简单哦。卢梭，刚刚才听到，那也算。听说啊，这个卢梭在年轻的时候，当他准备要结婚，结婚是什么 ？Marry， 结婚是什么意思？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，然后，那个是加拿大人。本来我以前学的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，然后他们愿意以身相许，终身为伴。这个卢梭呢，他在年轻的时候，当他要结婚，然后他听说他要娶一个原本要娶一个女人，叫做艾丽尔。你听过？那你等一下好了。然后这个卢梭啊，他本来是很高兴要跟这个艾丽尔结婚，结果没想到啊，艾丽尔在婚礼上面告诉卢梭，牵着另外一个男人的手说：“卢梭，很抱歉，我不能嫁给你。”可以想象发生什么事吗？当卢梭在自己的婚礼上面要跟艾丽儿结婚的时候，艾丽儿牵着另外一个男生的手，告诉卢梭：“我很抱歉，我不能嫁给你。”这个卢梭好伤心，他不只是伤心艾丽儿不能嫁给他，这也是很大的羞辱。早不讲，晚不讲，你刚好就在婚礼上面讲，所以大家都下不了台。所以我后来也很知道这种情况，所以在我当牧师要跟人家证婚的时候，在结婚的前一个晚上，一定要问新郎新娘：“你确定有要嫁给他哦？你确定有要娶她哦？你不要让我在那一天要证婚的时候说 I'm so sorry。”那个不是新郎新娘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个连证婚的牧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如果你是卢梭的话，你会不会很难过？会，可能我们都会很难过。但是这个卢梭他并没有因为这样，所以就泄气。他告诉他自己，他一定要更加努力。等到有一天，他会再回到这个地方。后来卢梭就离开了他自己的家乡，然后去到法国。经过了30年，这30年让卢梭成为了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、一个哲学家，然后一个理学家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已经变成一个默默无名的人，变成了一个大文豪。上一个叫大文豪，小朋友可能比较不知道什么叫做大文豪。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文学家，他写了很多的文章，他写了很多的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想大概，我的理解也只能到这样而已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卢梭他就成了一个大文豪，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如果用现在的话讲的话，就是他写的书出版出去，大家都很高兴去买，所以他的书都卖光光。所以当他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卢梭，成为一个有名的卢梭，又回到他自己家乡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朋友来找他了。卢梭，哇，你今天真的是衣锦还乡啊！你呀，跟那个已经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啊，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，艺术上面艺术是啥位？你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傻小子了啦，你今天已经是不一样的人了啦。可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女人叫做艾丽儿？这个朋友就问他你晓不晓得有一个女人叫艾丽儿？卢梭认不认识？当然认识啊。他说：“我当然认识啊，这个艾丽儿就是本来要嫁给我，我本来要娶她的。”然后这个朋友就告诉他说：“你知道艾丽儿这几年过得很不好，她不止生病。”他的家庭情况也不好，他过得很不好。
然后卢梭听了以后，他就想到当年他要结婚的时候，这个艾丽儿怎么样？在他的婚礼上跟他 say sorry， 不嫁给他。他想到当年给他一个很大的羞辱，然后他当年一个很大的痛苦、很大伤心的地方。结果这个卢梭，他告诉他的朋友说：“哇，艾丽儿，我当然记得，我记得艾丽儿。如果她最近过得不好的话，我这边还有一点钱，拜托你把这些钱拿去帮助艾丽儿，但是不要让她知道钱是我这边过去的，免得她以为我在羞辱她。”结果这个朋友，这个好朋友就问他说，就很惊讶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本来是要告诉你说，你看当年应该嫁给你而没有嫁给你的艾丽儿，她现在后悔了吧？原本你要嫁，可是却没有嫁的卢梭，今天已经变成大文豪，是大家都很想要沾光的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卢梭，你既然没有怀恨，没有报复，反而要我回过头去帮助这个艾丽儿。这个朋友很惊讶，结果卢梭告诉他一句话说：“如果我今天带了一袋子的死老鼠来给你，请问臭的是谁？如果我今天带了一袋子的死老鼠来给你，请问臭的是谁？是收的那一个吗？收的那个有没有闻到臭味？收的那个人还没有闻到死老鼠的臭味之前，他自己可能就被臭死了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带那些死老鼠给别人，免得臭死自己。然后卢梭就讲，怨恨就好像死老鼠一样，当你在怨恨别人的时候，就好像你在带死老鼠给别人一样。所以若这30年我是一直怨恨着艾丽儿，那这30年我就先被怨恨这个死老鼠给臭死了，给恨死了。但是今天我没有，我今天把这些东西都放下。我今天有我自己的目标，有我自己的方向，有我自己该做的，所以我把这个怨恨放下的时候，我才看得到人生的幸福。然后卢梭又讲，要用感谢来代替怨恨，所以他感谢艾丽儿在当年把他给甩了，并且在众人的面前给他的羞辱，以至于他在那30年当中能够很认真的朝着他的目标往前进。小朋友，我们明天什么节？感恩节。有放假的举手。都有吗？当然。你们不用上班吗？没有班要上。没有班要上。我明天没有要上课。明天没有要上课，哇，那又可怜了你的爸爸妈妈了。那你爸爸妈妈明天很辛苦了。要放假了就很高兴。所以小朋友，我们在这里面要学一件功课。当一个人能够在他的脾气、个性上控制好的时候，不要被这样的情绪影响了他自己本身，他才有看到并且享受到人生幸福的地方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被自己的死老鼠给臭死，而那个死老鼠是什么？是我们内心的怨恨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感恩节，我们就学习感谢，不管是不是刚被修理，不管是不是功课没写，不管我们再过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或者是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，但是我们都学会一件事，就是凡事感谢。这句话是圣经里面的哦，它一共有3句哦。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
然后嘞，凡事谢恩。来，一起来念一遍哦。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你心情很好的时候要怎样？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啊，如果你的心情不好嘞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啊，如果你今天会很难过要哭嘞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因为这个是上帝在主基督里所定的旨意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请问，你要感谢吗？要。你感谢什么？来，一人想一样。你感谢什么？感谢有火鸡可以吃。火鸡吗？下面有火鸡吗？下面有火鸡可以吃哦。哦，好哦，这个真是货啊。好，来感谢什么？感谢讲故事给你们听，还有感谢什么？什么？感谢明天放假啊？有没有感谢明天放假的？有。哦，有2个、3个哦。好，还有感谢什么？再感谢一样。感谢什么？感谢今天没有下雨。感谢今天没有下雨。好，啊，我们大家感谢什么？感恩节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不客气。好。